耶和华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心人无有了。人人向邻舍讲白贼，因讲话是喙钝有骨，心口无益。凡有骨的喙唇，甲夸大的指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因捌讲，阮必以指头得胜。阮的喙唇是阮家己的，谁会当做阮的主呢？耶和华讲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，甲贫穷人的叹息，我即马要起来，甲伊安置伫伊所较无的稳妥之地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正的言语，如同银两伫泥炉中炼过7摆。耶和华，你必保护因，你必保佑因，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下流人伫世人中升悬，就恶人到处游行。